透過國際疼痛研究協會呢一個定義啦，疼痛嘅時間超過正常愈合時間啦，有明顯啦或者隱藏嘅組織損傷啦，特別係疼痛持續嘅時間超過3個月咧，就定義為慢性疼痛嘅。根據資料顯示咧，60歲以上患有慢性疼痛咧，佔有55%啦。咁啊，當超過75歲咧，甚至係高達60% 以上嘅。咁啊，當中咧以肌肉骨骼系統疾病為最多嘅，佔有40%嘅。咁啊，主要原因咧都係因為年紀增加啦，好多嘅病因素啦，容易造成一啲肌肉骨骼系統嘅疾病嘅，例如關節炎啦、脊柱裂啦、筋突嘅疾病咧，都係老年人慢性疼痛咧常見嘅疾病嘅。本地一個訪問曾經訪問咗400名有慢性疼痛超過3個月嘅長者，咁啊初步嘅數據咧都顯示超過90%被訪問嘅長者咧都表示有2個或者以上嘅部位出現過疼痛嘅。咁啊當中比較多嘅就係膝部啦，其次咧就係下背同埋肩部嘅疼痛，其他咧仲有係頸部啦、臀部同埋足部嘅疼痛嘅。慢性疼痛咧，常規嘅治療咧都係以西藥為主嘅。咁啊，中藥同西藥嘅分別咧就在於治病疼痛嘅原因咧有明顯嘅不同。咁中藥咧個研究對象咧就係以經絡氣血為主嘅，中心思想咧就係明則不痛，通則不痛。咁所以咧中醫係透過中藥啦去處理一個經絡氣血嘅問題，透過調整經絡啦、通調氣血啦，從而達到一個消腫止痛嘅效果嘅。西藥嘅療效比較快啦，作用性比較強啦，但係咧副作用都比較大嘅。所以咧相輔相成之下咧，中藥如果同埋西藥互相配伍咧，可以達到個療效快、作用大，但係副作用比較少嘅效果嘅。除咗中藥，我哋喺臨床上咧，我哋會使用針刺治療啦。特別係頭先講嘅常見嘅慢性疼痛，亦都有文獻數據證明喺針灸治療上咧，針對呢啲慢性疼痛嘅恢復咧，有一定嘅促進作用嘅。個人嘅操練咧，我哋可以防止或者治療肩關節嘅疼痛嘅。我哋先將個肩關節固定，然後咧將上臂向後、向上、向前3個動作，然後做得順暢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重複啦，可以打圈向前做一個動作，然後咧就向後打圈都得嘅。咁每次咧大概做20到30下，咁你可以同時雙肩同時一齊做啦，或者同時向後做啦，亦都可以交替做嘅。針對腰部嘅活動咧，我哋主要做嘅動作咧係加強腰部肌肉嘅鍛鍊。咁啊，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，首先我哋站立位啦，雙手扶喺一啲重物，例如凳啦、台啦。做嘅時候咧，我哋先做右腳，將右腳向後伸直，維持40度左右，持續1分鐘嘅。好啦，超過1分鐘，我哋放低右腳，然後到左腳啦，左腳向後伸直，維持40度，都係持續1分鐘嘅。